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2026年头一日，总统赖清德元旦谈话是以论信之道，希望之光来做主题，提出新年4大目标，望国家安全、繁荣、均衡、甲调野团结。也毋过，针对今年总预算佮国防特别条例，各地立法院还未审查，在野立委需进行单克总统。赖总统嘛讲，伊无贪、无处、无任何违法，而且在野党无2/3的多数，这根本是浪费时间，目的何在？对人民是要安怎交代？2025年国内外务并进，中国军演都结束，台湾伫充满挑战的局势走向2026年。总统赖清德以润性之道，希望之光发表元旦演说。伊强调，新的一年希望透过8年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投资，全面强化国家安全，向国际盟友展现咱自我防卫的决心。民主给我们彼此争辩，不同意彼此的权利。但倘若没有国家，这样的自由和权利都不存在。2026年，大政府也推出真济政策，像行政院顶个月通过新兴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今年嘛要推动婚育主体都是囤房税2.0等。赖清德表示，有真济法案要搁咧等立法院审查，嘛包括今年度的中央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希望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尽速审议。让这些护国利民的政策能够顺利推动。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社会投资，打造公益、和谐、永续的社会。赖清德呼吁立法院调野合作，强调只要通化解对立，伊愿意照合宪的方式进行国情报告。咱来针对总统弹劾案，赖清德强调照顾人民和国家生存才是上要紧的。我个人的回忆不重要啊。国家生存发展，人民的生活照顾才重要。所以，如果说一定要对我提出弹劾，至少吧，正事也应该要做。牵涉到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防特别预算，人民生活照顾的国家中央政府总预算，也应该要排入审查嘛。面对2027年中国可能侵犯台湾，赖清德强调2026年是关键的一年，伊会担起责任保护国家、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伊呼吁国内团结，继续强化国家和社会韧性。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今仔透早5点，总统府元旦升旗，总统甲副总统拢来升旗。今年是以健康台湾、团结守护做主题，嘛有在民众来参加。因为之前台北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所以今仔的升旗典礼，警方是出动878个警察来进行正严格的安全检查。总统府的广场嘛有真侪便衣的宪兵4架在巡。现场的民众手举国旗伫咧握，也有真侪人摕手机甲这个画面翕起来做纪念。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台湾，团结守护。透早5点，先有精彩的表现，像是8一路家己队，也有旗下元素的国民健康操，也有桃园的学生，大家招团来看国防部3军家己队表现。就心里还是有一个爱国的心，对，想参与这个盛会。因为台北之前发生无差别攻击事件，大家正关心大型活动的维安状况。警方总共出动878名警力，部署伫每一个入口，入场之前都要经过严格安检。为了维护现场的安全秩序，我们可以看到，在活动的现场部署了非常多的维安的警力，就是要让民众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能够非常的安全。现场的维安规个拢升级，总统府头前广场上头前，差不多2公尺就徛一个便衣的宪兵，带囡仔来民众讲加强有安全感。有比较安心一点，看那个警力部署的非常多，安全的，就是你大概身边一个人就4、5个被包围吧，对啊，就也谢谢他们这样。升旗典礼包括行政院长杜英泰、立法院长韩国瑜等5位官员拢来参加，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也亲自来参加。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做伙会着国旗入场唱国歌，甲国人做伙迎接新的一年。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参加市府的元旦升旗路跑，讲到今年的跨年维安工作。我们总共出动了7234位同仁，不管是进入在指挥中心，或者在现场各个区域，我们同时也派出了无人机的监控，就是要确保所有前来的民众安全。
刷落来一个年会大会定节，也拢会真侪人。周万安强调，会加强维安工作，互民众顺利出门、平安回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党主席陈立文透早先去总统府参加升旗典礼，接个主持国民党的升旗。陈立文是表示讲，望台湾调野和解、两岸和平。针对赖总统讲，在野党明明知影无2/3的得数，煞个提案要弹劾总统，是在浪费时间。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是爱赖清德，为浪费规党的大罢免回失的。满一条红艳的红军，开出大声唱国旗歌。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主持国民党主办的元旦升旗典礼，和支持者热情招呼。伫随行表示希望调野放下以早争论恶斗的情绪。希望我们不要在内部自己找敌人，希望我们停止内斗，希望我们放下仇恨。不但我希望朝野和解。我也希望两岸和解，我更希望美中和解，全世界都和解。不过，陈立文就任了头一届伫党部升旗，前总统马英九、前主席吴碧阳、朱立伦拢无出现。陈立文解说讲，今日邀请中央党部的一级主管、副主席，无专工扩大邀请。另外，陈立文再去出席总统府元旦升旗，和总统的互动嘛受到关注。总统与副总统已经就定位。总统赖清德立场的时阵，和5位院长握手致意，了有向陈立文的方向握手，不过因为双方距离较远，所以无任何互动。刚刚在画面下面，他好像有跟您挥手。我没有看到，他是跟我挥手吗？应该不是吧？我的感觉应该不是对我挥手了。针对南北的弹劾案，赖总统批评讲，明明知影无2/3的多数，搁要提案，是浪费时间。再去来新北市参加元旦升旗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嘛批评赖总统。赖清德总统要不要针对撕裂台湾社会、浪费台湾社会1整年的大罢免，跟台湾人民道歉？民众党嘛伫面册发表元旦的文告，点出民进党执政5大问题，批评倡议联合政府。为台湾找出路，不过赖总统说的国家内部制造敌人，分裂社会。我也要拜托蓝白立院党团，赶快听郑主席的劝告，赶快回头是岸。但背书强调讲，人民真希望看到立法院发挥监督的权力，好好监督行政机关，嘛想要看到调野会当合作，来为着台湾的长治久安、国家永续发展打拼。记者综合报道。在带观众朋友来看台湾各地是安怎来迎接2026。咱来看台北102，今年宴会是放360秒，虽然有淡薄仔落雨，也嘛较济，也毋过嘛是真水、真精彩。新北市的淡水从8点就提早放烟火，计共是放13分钟14秒的看河烟火哦，嘛互淡水的天顶是非常的美丽。3、2、1。2025年到大顺，台北101放烟火迎接2026年。今年烟火以咱的世代卷台湾做主题，有360秒的烟火分做5个段落，透过宽纵的烟火，甲展出真侪色彩的变化，互信义区呈现多样的风貌。烟火随着愉悦旋律奔放，这个段落烟火会注意到穿插着闪耀点状特效，让现场情绪飙升到最高点。这是2026年的第1天。虽然有小可落雨，现场也是成20万人来看这一年一届的视觉宴会。今年台北101烟火主题 Spark 101是头一届用少烟的烟火，也佮有台湾稳型英雄主题光雕秀，真做是看年暝的大惊喜。除了101放烟火以外，新北市政府举办闪示新北131跨河烟火，今年是第5档，特别选伫暗时8点26分，也就是20点26分来放，代表迎接2026年。1314秒的烟火，下过淡江大桥甲淡水河口，是出一生一世的话音，真做是全台湾烟火放上久，展出上界丰富的跨年烟火秀。南韩女团 A-Pink 伫跨年暝阿妹演出，成员也佮讲中文甲民众互动，毋但放送爱心，佮较接续唱出真侪条经典舞曲。桃园跨年晚会今年头一届刷去到桃园棒球场，现场声超过10万人次。伫棒球场的舞台视野，互现场气氛热烈滚滚。
镜头来到南台湾，高雄跨年晚会今年传真大的惊喜。伫跨年到达算进前，高雄市长陈其迈甲神秘嘉宾羽毛球前球后戴资颖共同出现伫舞台顶，现场民众喊休声直直来。希望有机会跟小戴一起唱歌。小戴最拿手的歌是什么？我最拿手的歌，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怕我会唱的歌他不会唱，他会唱的歌我不会唱。金梦一因真趣味，互现场笑嗨嗨。到达算过了240秒，下湾跨年宴会伫高雄梦时代咧办，互高雄港更死死。也若东部的花莲，前歌王子李圣杰做阿妹的嘉宾，伊伫东大门广场唱真侪条经典的代表歌曲，有伊的歌声，花莲的跨年迷也伫宴会秀之下，互2025年有圆满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元旦的头一道日头光哦，伫屏东满洲的嘉乐水，阁有垦丁龙盘公园，透早有真侪游客在等日头光。天气袂歹哦，所以6点外日头就出来咯。也毋过伫嘉义的阿里山哦，因为云上高，日头去风冻掉的，游客是有淡薄失望。日头渐渐浮出来，昏暗之间略略看到微光。屏东县府初一伫满洲嘉乐水举办肉舞光走标活动，真侪参加民众半暝就到现场等待，伫大约透早6点40分迎接元旦的肉舞光。去年没有曙光，没有，今年天气也很好啊。除了嘉乐水，垦丁的龙盘公园，伫半暝也有大阵的游客等待肉舞光。原底应该6点34分出现的肉舞光，因为海平面的分站上高慢10分钟，不过游客游玩兴趣起，摕乐器拿演奏拿唱歌。超级感动的啦，很兴奋吗？人生第一次啊！可以跟高中同学们一起骑车来这边，非常开心。而且听说这个是5年以来最好的。屏东垦丁甲嘉乐水沿海游客顺利迎接2026年第一座肉舞光，不过同款是看肉舞光的热门景点，嘉义阿里山都无遮幸运，透早分站上高，啥都看无。很早就出门来了，然后。那个火车票没有买到，要走路走得很久，来这里也没有看到日出。人生是这样子，你不管拿到什么剧本，碰到什么情况，那你该做你的事就把它做好。就像太阳，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实际上有上来。看袂到日出是真可惜，不过大家有缘互相祝新年快乐，因为就算无看到肉舞光，一旦甲亲人朋友做伙度过2026年的头一天，这也是一种简单的幸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再来看俄乌战争哦，已经拍卖4档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跨年的演说是强调讲，乌克兰愿望和平，也毋过绝对袂签对国家无保障的协议。罗西亚总统普提嘛表示讲，伊是真有信心哦，会来战胜。英国、法国领袖嘛拢表示讲，新的一党会来加强国防，推动社会改革。对于俄乌两国的民众来讲哦，因的愿望就是希望讲战争会当赶紧收煞。伫跨年暝基辅，查县的警报声犹原是烫惊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谈话，伊坦白讲，虽然战争已经拍甲足忝啊，毋过遐掠准讲乌克兰的，因为安尼投降的人完全是想济啊。伊搁再一届强调，任何的和平协议，拢是要有非常较全的保障，袂使含糊的。Чого хоче Україна? Миру? Так. Чи будь-якою ціною? Ні. Ми хочемо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але не закінчення України. 伫咧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广场，因为安全的顾虑已经关起来，现场警察是顾条条。罗西亚总统普廷穿乌色的乌马发表新年演说，伊讲这场战争是甲西方之间的生存斗争。伊嘛讲前线的官兵是英雄，讲全国人民会甲因徛斗阵。Думают о вас, сопереживают, надеются на вас. Мы едины в искренней, беззаветной, преданной любви к России. Поздравляю всех наших бойцов и командиров с наступающим Новым годом. Верим в вас и нашу победу. 欧洲其他国家的领袖嘛，针对国际局势发声。法国总统马克宏就讲，初6会伫咧巴黎开会，对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做出具体承诺。英国首相史凯尼是甲重点放伫咧国内，承认讲过去一档英国人过甲足苦的，毋过伊承诺今年会是中期希望的一档。L'Europe de la défense a longtemps été un débat. Elle a commencé de se faire et en 2026, cela accélérera. Dès le 6 janvier prochain, à Paris, ， de nombreux États européens et alliés prendront des engagements concrets
pour protéger l'Ukraine et assurer une paix juste et durable sur notre continent européen. We are getting Britain back on track. By staying the course, we will defeat the decline and division offered by others. 伫基辅甲莫斯科的街头，民众的新年愿望拢足相像。落雪的天，伫咧基辅的街头，民众伫咧圣索菲亚大教堂头前，替前线的亲人祈求，愿望讲翁婿甲爸爸会使平安倒转来。啊，若伫咧莫斯科市中心的民众，嘛愿望讲战争会当量早结束，恢复平静的日子。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咱再来看南美洲的秘鲁，上出名的观光景点马丘比丘，第30号发生严重的车祸，2台火车相撞，一个火车司机是当场死亡，嘛有40外人受伤。这个严重火车正面相撞意外发生在秘鲁当地时间30下晡，事发了后，大约20台救护车赶往现场，秘鲁已经全线停止营运。 事故原因也等待调查。En todo caso está en pleno proceso y ya vamos a disponer que vaya la policía especializada para determinar las circunstancias y los graves responsabilidades que habría ocurrido producto de este choque. 火车相撞所在位伫安第斯山区的考古遗址科里瓦伊拉奇纳，古语意思是风雪的黄金之地。瓦秘鲁上有名的景点印加古城马丘比丘，两地车程大约90分钟。 当地媒体报道，一台对马丘比丘发车的火车，甲另外一台相反向对科里瓦伊拉奇纳发车的火车相撞。事故所在偏远，无直接的路会使通到遐。就已经知影讲死者是其中一台火车的司机。也若伤者内底至少20人，伤势严重，内底也有美国籍者外国游客，也有200人调在当地等待撤离。 Producto de este choque, saber las nacionalidades de los heridos, en qué clínicas van a estar hospitalizados, saber con certeza sus nombres y cualquier otra situación que amerite. 马丘比丘被列做世界新7大奇景之一，这座15世纪的印加文明的遗迹，因为真侪石头的工艺，在全球真有名。1983年得到联合国世界遗产认证了后，一年大约吸引150万人参访，超过半数以上是外国游客。 尽管会使用行到位，不过大部分拢坐火车，这个选择巴士。2011年起，秘鲁政府实施每天游客总量管制，来保护这座的古城遗址。不过，过度旅游的问题依然存在。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 再来看国内消息哦，来关心天气。今仔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各地开始降温。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暗时到拜六透早会上冷哦。中部以北只有10度到12度，宜兰的山区只有6度，高山是有机会落雪。礼拜才会小可回温哦。这2天北部雨水嘛较高，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哦，可能会落大雨。 元旦是一年的开始，有真侪民众拢去看出日，不过受东北季风影响，云较高，有看到的所在有限。另外，气象署也提醒，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影响，北部日时就会开始慢慢降温。若中南部、华东地区，爱到暗时才会明显感受到温度降低。这波冷气团会一直影响到拜六，爱到礼拜才会小可回温。整体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比较冷的时间，大致上会出现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各地的低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10到12度的状况，尤其是中部以北有部分地区有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或是10度相对再低一点的局部低温。因为大陆冷气团含云较高的关系，初1、初2。 北部地区有雨，尤其基隆、北海岸和北部山区雨势会较大。气象署讲，若要伫北部活动的民众，爱早雨伞雨满。若中南部地区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或是宜兰这部分地区，都还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降雨出现，而其中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目前我们还是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的部分地区雨势还是比较多一些。气象署提醒，拜五会是这波冷气团上冷的一天，关山有可能会结冰甲落雪。有要去山顶的民众爱细腻，另外有要去海边啊含绿岛的民众嘛要注意安全，因为会出现8级至10级的强阵风，含4米至5米的海涌。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 元旦的头一日哦，咱嘛爱来关心讲，选择囡仔出世的阿姨有偌济。昨是有妈妈伫只第3房看年哦，伫囡仔透早9点生出一个4100公克重的查某阿姨仔。
也毋过，妇产科的医师是讲，以早即天哦，拢有10外阿婴仔出事，也毋过即几天哦，元旦阿婴仔是愈来愈少咯，这件话真正是非常的严重。护理师正细致用布巾甲阿婴仔包起来，放伫咧面床顶。拄则出事阿婴仔正高水。2026年1月7日，今年第一批元旦阿婴仔报道。这是他自己挑的时间真的就在昨天破水，然后因为第一胎的关系，所以呢产程也比较会长一点点，他就选在了元旦，应该每年都会帮他特别的办一下生日，这个仪式感。有幸10个月了顺利生出来，拄做妈妈的张小姐讲，本来算是1月初3会生，结果12月31日早起羊水破，伫产房内边跨年，今仔早起9点左右，4斤100公克的查某囝出来甲爸母见面。那当然能在这种比较特别有意义的时间点，其实也是蛮对帮宝宝自己也开心，我们也很就是算是一个惊喜啦。到初一早起。台安病院有2个破病生的元旦阿婴仔出事，17个国泰综合病院有1个破病生的查某婴仔，也有真侪病是产妇传入要生，但是第一线医生讲，这么元旦生的阿婴仔有加较少。以前可能在热闹的时候，产房一天可能会有生10几个宝宝，但现在可能就是每天大概是个位数这样。更好的是，我们可以跟产妇还有家庭他们多多沟通，也给他们更精致化的照顾。我们的老化速度非常的快。那我们的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基本上在全世界大概排前3名。在人口结构上来讲，我们常讲的是一个急速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花的钱真的不够多了。学者讲，因为少子化，台湾的劳动结构明显老化。虽然这么现有的措施已经慢慢愈来愈完善，不过应该搁再加强，互民众感受搁较深，少年人才会愿意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漳红的跨年晚会哦，成30万人，人数嘛创新高，也毋过所有网情伫现场地段，嘛互请出去会场外口。另外，台南的海岸路有真侪人嘛会庆祝新年，所以一个查甫人哦对2个查某骗蛇，民众是随去报案。台南跨年站顶场，15组艺人轮流起嚟演出，现场成30万人斗阵来遮庆祝，人数嘛创下新纪录。活动中，雄雄有一个网情来现场遮咧乱，经过了解，那像是来甲一副特工队伫国海场合插乱进人。另外嘛，另外一个查甫人，因为无要配合款队，卖坐伫咧涂骹，嘛互维安人员请出去会场。家咧匹配给了大声声，还蛮怕的啦，因为台北的那个事件，看到警察真的还是一样会想要注意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过程中，证明不断挑衅远警，手持手机拍摄时挥击导致远警擦挫伤，全案依涉嫌违反刑法妨碍公务罪侦办，令跨年晚会会场为防范推挤、踩踏等危险情事，主办单位多次宣导民众勿席地而坐。为现场吴姓男子拒不配合远警查证身份。市府强调尊重人民言论的权利，不过无法度稳准这无影的指控。那教育局回应，这个家长个园长侵害查某囝的案件，检方无起诉，等到教育局个这个家长损害名誉、甲妨碍公务的案等咧进行。在行政层面来讲，他已经对城市市民造成很大的不安跟反感，我们觉得蛮遗憾的。至于他案件本身，司法已经有一些判决了。同一暗，一个海岸路跨年现场出现一个查甫伫酒吧门口，趁无人注意时，伸手甲2个查某摸尻川，后民众掌着，随报警。73年次的陈姓犯嫌，以徒手方式陆续碰触2名女性被害人臀部，当场被抓。远警到场后，将陈姓犯嫌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性骚扰防治法送办。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办这大型的活动，拢咧考验主办单位甲警方的临机应变。市府讲，这回大规模提关维安斩击，跨年会场并无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跨年暝哦，各地拢有民众放烟火庆祝。伫台中的市区中民路甲台湾大道交叉路口，都有人伫人行道的放烟火。因为是正弯路口，附近的厝嘛真多，所以实在是真危险哦。另外，昨昏台中的跨年晚会歌手萧敬腾伫台顶的演出的时，空气机互舞台喷出来的彩带去电到落落来，险嘛去讲到台顶的人。新年头几年的暗暝，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甲中明路边，有人伫遐放烟火。虽然烟火经验险目，
不过边仔就是邻家厝甲天桥，烟火嘛带来真侪黑烟。在地民众讲，当地是交通要道，伫半暝嘛有真侪车来往。虽然31日暗是跨年夜，逐四街拢咧放烟火，不过直接伫路口放烟火，惊伊安全会出问题。太危险了，也有噪音，又很吓人。然后最近的那火灾都触目惊心了。在人行道释放升空类的爆竹烟火，那且周边还有建筑物，现场安全距离疑似不足，那有违反本市爆竹烟火释放管制自治条例的疑虑。上局讲，若是确认违反自治条例，会当依法罚3万至15万。另外，放烟火所在是伫人行道，可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卖请警察机关处理。另外，伫台中31暗夜跨年晚会，歌手萧敬腾伫台仔顶演出的时阵，按空中翕相的空翕机嘛出现状况。空翕机对地失去信号，搁险命击着台顶演出的人，主办单位赶紧来处理，后来确认是去电着彩大才会载落来。市长表示讲，已经请厂商针对舞台道具的设计，甲放彩大的角度检讨调整，避免类似状况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区嘛，有民众伫路顶在放烟火，甚至有人伫轻铁的边仔的车路在放，嘛随后警察阻挡，有2个人红上班。3、2、1，新年快乐！跨年暝倒打算灿烂的烟火飞上天顶，陪伴大家迎接新年来到。不过这烟火若是放伫咧家己的厝边仔，规个烟火强要弹入来厝内底，这种感觉真正无好。高雄市区31暝，包括高山、前镇、新兴，拢有出现这款大路边仔放烟火画面。民众就算甲窗仔门关条条，也是会当感受到烟火崩溃的威力。其中有一笪地点，竟然是伫咧成功2路的轻铁站边仔，附近住户讲，迄当阵双滨路边拢是人，因踮路中北，真正危险。它是朝那一个方向，海边的那个方向射出去的，所以其实，但是那边有一排的人，所以其实也是蛮危险的。车透早来到现场放完的烟火也被收走，因为车路边也是轻铁的金木园区站，过去是台电南部发电厂，烟火要大队倒去黑暗线，警方接到通报，随到场阻挡。因为放烟火无经过申请，警方也甲姓党甲姓王2个查甫人，按照违反炮瓦烟火管理条例甲道交法函送裁处，其中道交法上悬罚2004。收证后将函请消防局依违反爆竹烟火管理条例裁处，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警方即时阻挡，无人员甲物件受到损害。而除了最大所在乱放烟火引起公共安全的疑虑以外，跨年倒打算了后，前阵者佫疑似有人乌白写信号弹。警方表示，疑似信号弹烟火最后落伫咧旧凯旋4路，无人员受伤。到底是谁写？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场报道。逐当新竹的南寮渔港拢有人会去放烟火哦，过去嘛捌导火，市政府是强调讲，新竹渔港哦放烟火是涉犯公共危险罪。昨暗消防局嘛专工派人去现场巡逻，嘛抓到未少民众违法放烟火，嘛依法来处罚。就算消防车发出警报声，民众也是同款继续放炮，完全唔惊触地。边仔有人用手直接摕炮来放。新竹南寮渔港，逐年只要当着跨年也是过年，就出现这款状况，也让当地民众感觉实在真困扰。最危险的，因为船仔拢伫遮，因为东北季风有结落，要互它拍落，那迄船仔迄边你就代志大条，规排哦。他们绕，他不下去抓啊！他们要杀鸡儆猴啊！你抓几个人以后，人家就不敢放了啊！虽然新竹市府伫前几天就加强宣导，不哩个拜三暗时，也是有未少民众来南寮违法放炮，隔顿工阁会使看到规涂骹四界拢是炮啊粪扫，手讲刷落去会按照规定对行为人开罚。依渔港法，港区全区禁止施放爆竹烟火。违规者处行为人或其雇用人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市政府已于港区全区设置明确的指示牌，标示禁止施放范围及法定规范，请民众特别注意。
市府指出，渔港附近有停真侪渔船啊，渔船顶管拢有载油，烟火真有可能引发火灾，甚至危害到渔民的性命安全。未来除了会搁加强管理，也提醒民众遵守管制区域的相关规定。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今年的11月特别选县市长咯，民进党是宣布第3波县市长人选的提名，家人要征调议长董主委，中华要征调立委陈素月，分林是刘建国。目前已经提名8个参选人，国民党头一阶段台南是提名谢良介，高雄是郭志温，屏东是苏清泉，台东县要征调议长吴秀华。新北市南北敢会做伙来提名民众党的黄国昌呢？目前是阁还未确定。前新为党籍2026县市长候选人批竞选的挂大，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宣布第3波提名名单，国人去征调议长董事委，彰化县云林县征调立委陈素月、刘建国参选。我会把这座城市的样子最美的样子找回来，我会让那些不相信基隆有未来的人再相信一次基隆。彰化县正处在一个加速进步的一个阶段，祝愿希望能够获得所有彰化乡亲的一个支持。民进党就已经提名包含宜兰县林国忠、嘉义市王美惠、台中市何欣纯、苗栗县陈品安、甲新北市苏巧慧。国民党是征调立委谢良介、郭志温、苏清泉甲议长吴秀华参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甲台东县，并且协商新竹县人选。原本以为参选立委林书明退出，蒋家春、现任副县长陈建贤甲立委齐欣英来竞争。这个决定不是退缩，也不是妥协，不是屈服于任何的压力。而是因为我始终坚信，团结和谐比我个人重要。任何地方只要有2个以上的同党候选人出来竞争的时候，就是协调。真的协调不成的话，才会走向初选。民众党是先锁定宜兰县嘉义市由陈婉慧甲中继开出马。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到新北市长的选战。不过，伫国民党即阵也未决定人选的情况下，新北市也无多确定国民党甲民众党是不是合作。不过，新竹市有希望正做头一个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示范区。他们就是有表态，是说是适用现任优先的原则，所以在这部分的话，也是非常感谢国民党。相对于其他的县市的蓝白的协调，我觉得会是全国应该比较没有悬念的区域。不过，拄好近2礼拜，新竹市长高虹安也未恢复民众党籍，也无讲是不是要寻求连任。2026大选布局，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开始起跑，不过依然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民间的地龙伫新年的头一日咯，伫地方摆出 SOS 化救命的字，伊是呼吁县政府撤回起焚化炉的决定。今仔个公布要起焚化炉的农地有翕到石虎的影片，伊望讲县政府为着产业、为着生态，应该赶紧撤案。为天顶看落来，民众伫咧空旷地方中央用红色的雨伞摆 SOS 救救的字。2026元旦即天，希望县府会使重视做地产业甲生态环境。南投县是全国唯一无焚化炉的县市，县府预计伫咧民间乡新民村起焚化炉。不过民间乡上时嘛是台湾种植地叶最重要的所在。地龙认为起焚化炉会互种地产业受到最大的伤害。人有诶讲哈，你民间遐好诶地要起焚化炉哦，啊，讲若唔敢买我诶地啊，我要是要食啥？啊，伊嘛无经过咱所有民间乡人的同意啊。地龙甲民众成立的反焚化炉自救会强调，预定的所在是特定农业区的农地。伫咧去年12月27，使用红外线自动摄影机翕到石虎的影像，认为起焚化炉嘛影响保育类动物石虎的生活甲生态。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哈。那南投县这么大，你一定要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跟我们全台湾这个茶种最多的地方呢，来做这件事情嘛。那这边那么充沛的水资源，然后接下来它又是个八宝圳的这个引水道的起点，好，然后现在又发现有石虎，这么珍贵的石虎，这是他们的家，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焚化炉的预定地选址是有问题的。民间乡公所强调。县府预计伫咧1月7日开起焚化炉第2阶段宽屏会期，而且会伫咧新民村举办说明会，到时也是会坚定提出撤案的诉求。公视新闻尤文峰、王良涛南投报道。
彰化县的旧衫一档大约是回收4-5千吨哦，数量是搁会增加。路边的回收箱哦，常常拢满出搁囤甲规死地，有当时啊，搁有粪扫。彰化县线西乡就决定讲，今年开始要改用定点的方式来回收旧衫。台湾的街仔路四界拢看到这种旧衫回收箱，不过实际使用情形煞未少问题。伫彰化线西乡就常常发生回收箱互人等甲满出来，涂骹嘛囤甲一大堆。在地民众表示，甚至有人会甲粪扫、喷水乱抌伫旧衫回收箱，真含糊。咱若较捌来收吼，有可能人厨余啦、粪扫啦，规个拢甲咱抌到边啊，这做麻烦啦。啊，因为造成这附近的人会一寡困扰，啊嘛是会一寡大型衣物、厨余、垃圾拢甲放内底，足侪村民嘛是人一去甲咱反映，咱即个物件拢会等伫遐。彰化县线西乡原本设有袂少旧衫回收箱，互民众利便，通随时摕旧衫去等。但是清洁队指出，因为民众快时尚的消费习惯，这几年旧衫回收量增加，毋但衫裤会囤甲满四界，甚至粪扫嘛乱抌伫回收箱内底。因决定为今年开始改用定点的方式来回收旧衫裤，希望减少乱抌的情形，嘛降低清洁人员的负担。很容易被民众丢满，然后会造成我们清洁队的困扰，我们才会想出这个办法，然后改出定点收运。阮另外提供这个和民众正确的一个处理的管道吼，本所已经规划定点收运路线，协助清运棉被、枕头、破损衣物等物品，请民众多加利用，共同维护环境整洁。线西乡清洁队表示，定点回收会增加棉草被、枕头加布红仔，希望养成民众甲纺织类回收的习惯，减少一般粪扫量。彰化县环保局嘛提醒民众，旧衫回收拢有相关的规定，民众若是乌白蛋，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会当罚清理至6000块。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有调查指出，讲有超过50%的民众对现在网络平台申诉甲救济机制无满意。NCC 嘛表示讲，会优先来评估并且 YouTube、个 Line、TikTok 甲 D 卡等5大平台申诉甲救济制度。真侪人甲朋友联络感情的时阵，会伫 FB 等网络平台留话，或者是分享各种资讯。虽然网络已经成为民众生活一部分，不过113年度的网络传播社会调查显示，超过50%的人对平台申诉救济机制无满意，也有超过60%的民众认为平台的透明度措施无够。大部分的人拢认为网络安全应该由业者来做。所有对话都清空。就只剩那个聊天室而已，但聊天室里面没有东西，就是不是真人在那边跟你马上1对1解决。这一块不像以前那样，可能24小时都会有服务人员、客服人员来帮我们解决处理这些问题。大家拢认为网络平台正容易拄到回应的信息正歹操作，或者拢是 AI 伫咧回应，无真正一个人甲你斗相共。昨嘛 NCC 发布一个网络使用者申诉甲救济机制指引，一个透明度的报告指引，优先评估包括 Facebook、YouTube、Line、TikTok 加 D 卡5大平台。指引的话，因为事实上是它主要的依据也不是我们委员的期待，至少要有这么样的一个指引出来。所以呢，它的依据呢，并不是本会，而是呢社会大家共同的期待。NCC 讲是参考欧盟、日本等地做法，希望业者经过有效的申诉甲救济机制，提供整体中本的申诉公道，清楚说明被限制原因，一个公布内容调查的判断标准。业者也会提供权益恢复的措施，定出申诉的合理处理时间。它不是只有依照自己本身的一个商业机制，而是一个有顾及到社会公众它实际上的利益需求。如果要是它能够更积极的去因应的话呢，也能够提升消费者对于平台的信任。专家认为，业者若依照指引来做，对企业的形象会有帮助。NCC 讲，指引虽然无法律的强制力，是自律的性质，不过又按按照指引来检视业者做到什么程度，做出一个公开报告，让使用者伫咧选择网络平台时阵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新北市的市区公车，阁有坐运，一礼拜六1月初3开始哦，会当全面开放用 QR code 来坐车，只要用手机开电子支付的 App 来感应，会当坐车，实在是真利便。扫描位置，上车就可以完成上车刷卡的动作。
甲电子支付 App 内面的交通坐车尾，对准感应的所在，就会当顺利扣到钱。明年1月初3开始，伫湘北坐公车买当扫码上车落车。公运处提示讲，民众爱先登录电子支付的 App。目前公车会当感应的有5间支付业者，伫登录了后爱开启坐车尾的功能，确认口座内面还有钱。公车捷运转乘爱用同一间电子支付较为优惠。扫绳车码之后呢，不管是我们的公车验票机会发出这个上车下车的这个声响，那或者是台北捷运也会闸门就是会打开，那这个动作过了之后呢，就代表你已经完成了这个刷卡的一个扫码的一个动作。伫刚一天，台北捷运除了电子支付开始运作，信用卡感应坐车，代表厂商嘛开始试办路卡进站的服务，进行为期6个月的上线使用测试。待测试完成后，预计115年7月。在全面开放国内外信用卡以及苹果手机绑定信用卡的免解锁黑屏过闸功能，方便度是提升蛮多的啦。因为你像平常自己过来加值，你可能还要排队什么的，蛮方便的啊。可能有时候会忘记带有卡吧。台北捷运提醒讲，旅客照需求来选电子支付 App， 请支持电子支付的口座来扣钱。进站出站爱用同一个支付的口座，若是进站进前口座剩的钱是负担，是无法度进站坐车。马请旅客提前把手机QR code 坐车尾开起来，而且适度调关手机荧幕的光度，来加紧通行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接到报案，讲有人伫网络讲要暗杀总统，警方嘛已经伫高雄抓到一个姓谢的查甫人受到台北捷运随机杀人案的影响，网络出现真侪恐吓的言论，嘛已经有118案报案抓到22个嫌犯。无论是讲要暗杀总统，还是爱台湾人造反，全部拢是共一个小高点社群平台闹的话。屏东县警局接到报案，就随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伫咧确定嫌犯的身份甲大个所在了后，31就随前往高雄抓人。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名保全，今年25岁姓谢。31日在高雄市查获谢姓犯嫌到案，全案侦讯后，依涉嫌刑法恐吓公众罪嫌，移警屏东地检署侦办。我还是要执行具体啊。等一下，你看要请律师还是叫妈妈过来都可以。另外，画面中的大学生因为网络闹话呛声，讲要放火烧加油站，27去互高雄市高山分局移送法办。自从台北发生攻击事件了后，亲像这款伫网络呛声讲要杀人放火炸机场，甚至伫捷运作乱的代志，敢若高雄都未少惊。31都立法委员质询，要求检警单位要有作为、有效率，当作恐吓信息的传播，提升即时应变的能力。除了在法律跟犯罪还有刑责上的一个处理以外呢，那跨部会我们或许要知道，我们到底哪一些东西是在这里面完全欠缺跟lost 掉的。那目前有收集到了118件，那已经有查缉了23件，还有22个人。对，那我们这每天呢都会做一个这个管制，而且会通报各县市警察局要联合来做一个这个查缉。我们这只会调查警方跟调查局来全力来查缉这些的模仿的这些效应。那因为这个民众会恐慌嘛，所以我们是全力的压制。法务部长强调，由各地检署成立的应变小组是专职单位，只要有危害大众安全的人事物，绝对严查严办。呼吁民众网络黑白放掉，不是无代志，要对家己的言论行为负责任。记者柯明哲、柯家如、柯昭阳综合报道。刑事局抓到一个加检警的诈骗集团嘛抓到领头门号的业者，阁有大叔甲看狗仔，计共24个人。伊是骗讲要帮老大人来到保管资产说是摕因的银行资料去申请贷款偷领钱，计共是有9个人受害，共诈骗8000多万。警察，来熄火！警察早就已经伫咧现场埋伏，锁定诈骗嫌犯的行踪。等到嫌犯准备出门，随家砸落来。来，先下来一下。车内嫌犯吊车惊，阁袂赴反应，就互警察随要求落车配合调查。这保险库里面有291.666万。这个嫌犯是加检警早期集团成员之一。今年1月到6月，警方伫咧台中桃园抓到人头门号商，幕后金主大叔以及看狗仔拢总18人，继续追查关头，伫咧9月到10月中间锁定集团主嫌。伫高雄，阁查到6名的共犯。调查发现，诈骗集团先假做检警，骗民众牵涉刑事案件，阁讲要替被害者保管资产。
爱受害者交出银行口罩，再搁提供资料去伪造文件、申请贷款、领查仔钱，形成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诈欺集团的诈骗手法涉及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用假检警的名义，第二个部分是用假投资的名义。那全案总共有逮捕了24个犯嫌，清查出9名被害人，财损总共有8000余万元。而且警方也讲，9个受害者拢是时代，拢是把厝客交予诈骗集团提起贷款。警察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因为涉案要交付现金做保管，或者提供提款卡。那如果有接到这类电话，一定就是诈骗。警方提醒检警单位，绝对袂讲要替民众保管口罩，接到可疑的电话，爱认真查证，也爱敲165反诈骗专线通报。记者李选谢桂玲台北报道。运动部宣布讲，今年开始动资更要转做运动币，计共收60万分，1分是500块。16岁以上的国民拢会当来登记抽扣啊，运动看比赛、买装备拢会当使用。鼓励16到22岁国民做运动、看比赛，体育署112年起，每年发每个人500块的青春动资券。不过114年的拄用金额大约是1亿8千万，无达到3亿目标。加上体育署升格运动部，以推展全民运动为目标。运动部宣布，青春动资券对115年起会转型成做运动币，扩大发放对象是16岁以上的国民。我们不是要去撒钱。我们是希望透过一点点政策的引导，让更多的人会因为这样小小的一个诱因来多做一些运动。希望更加侪民众参与各类的运动体验。运动部拍算发60万分，每分名额是500块的运动币。99年1月初进前出世的国民，拢会伫115年1月26到2月初8到动资网登记。第2月12抽签，而且拄用范围更加申请开放，添装比较类别，每人上悬会使拄200块。也若使用期间是对3月7日到12月31日。会啊，还是会啊，因为它可以用的地方很多啊，所以还是会想要登记。运动中心的健身房也不错啊，一次50块可以，500块可以玩10次嘛。随机来访问民众，无论是毋是有运动习惯，拢讲有兴趣来登记抽签。运动部也说明，添装备会使买运动衫裤、用品也是器材。因为这个厂商爱先登记，正做合作的店家。它应该要是运动用品社以上。如果是某一个文具行，他有在卖那个篮球，那个可能就不太容易了。处长黄启宏指出，装备拄200块是避免民众集中伫单一的大型厂商消费，也200块是小小诱因增加另外消费，有够产生大约2倍，2亿5千万的经济另外增加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中现歌剧《波西米亚人》内底的芭蕾技巧，高里亚王达动物演员上台去表演。虽然上台时间无长也毋过王达稳定的表现是真受到娱乐。伫演出结束，王达麦当食着伊上爱的凉糖。以芭蕾做背景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动物演员莉亚虽讲唔是主角，不过却是关键演出的重要角色。因为这部设定就是19世纪耶诞节进前，街仔头闹热滚滚的气氛。导演甲动物演员搬去伫台仔顶，就是希望互舞台会当呈现活泼生气的班，唔是干那平面的布景。What I'm looking for is confidence. I'm looking for an animal that can walk into an unusual environment and maintain its focus. And focus is hugely important. Some animals like the challenge. They like to work. It's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stimulating. They get to be with the people they like to be with. 根据观察，只要是动物演员上台，大都会歌剧院拢有备案。伫因状况无好，也是会惊吓时阵，有饲伊的人都会有应对方法，互演出会当顺利进行。不过，不管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拢讲莉亚王达是伫咧舞台上冷静的表演者。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英格兰西部的庄头有一间芳店，开卖一档，就红选做是英格兰上赞的芳店。因本地只是伫厝的门口放一卡真箱仔，在卖鸡卵，落尾开始做芳来卖无想到讲遮尔受到肯定。
当英格兰上赞的胖店宣布的时，苏丹尼家族拢欢喜甲画出来。苏丹尼家族胖店原本只是单，规家伙仔无人有专业的烘焙经验。不过经过一冬的时间，因毋但有家己的店面啊，生意是强强滚，无眠无日咧行，以满足人客的需求。Usually about 4 in the morning, I'll start doing pork pies, that sort of thing. Then at 4:30, my mum and my sister come in. They start doing their cakes, brownies. Some of our best sellers would be sausage rolls. That's a big seller. Pork pies now, we've only just introduced them. 苏丹尼家族讲，原本因只是因为家己有饲鸡，食袂了的鸡卵，就放伫卵箱内底，互厝边会用伫家己落钱买。伫2冬前，因想讲厝邻做来家己食的胖，嘛会当做伙卖。豆豆啊，来交关的厝边愈来愈侪，就安尼穿起来。Well deserved. I mean, the food's excellent here. I'm getting a pork back today, and hopefully an almond croissant. So yeah, well done. It's got all the old favourites, and they look really beautiful, very tempting, don't they? 虽然已经摕到上悬的影响，苏丹尼家族也是希望会当维持甲英国同款简单的生活。所摆因甲成绩换袂伤保留落来，互拜六礼拜的人客嘛通好买。伫短短的时间内称甲遮尔红，苏丹尼家族的大家长认为，伊毋是简单胖好食尔尔。The girls at the bakery, they have very, very good customer service. They keep the customers very happy because they're just so jolly, which is lovely. 公司心乐培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